我們看太陽，覺得它並不大，實際上它大得很。130多萬個地球才抵得上一個太陽。太陽看上去只有一個盤子的大小，是因為太陽距離我們約1億5000萬公里。那即是有多遠呢？如果想到太陽去，日以繼夜地步行，差不多要走3500年。如果改成時速1000公里的飛機，要花17年才到達。即使太陽光照射到地球，也得花上8分多鐘。太陽是個會發光發熱的大火球，太陽光照射到地球，給我們帶來溫暖。你知道這個火球的溫度有多高嗎？它的表面有攝氏5500度，鋼鐵一碰到它就會變成氣體。至於中心溫度更不得了，科學家估計是表面溫度的3000倍。太陽雖然離我們很遠，但是它跟我們的關係非常密切。有了太陽的光和熱，地球上的莊稼和樹木才能發芽、長葉、開花、結果，鳥、獸、蟲、魚才能生存、繁殖。要是沒有太陽，地球上就不會有植物，也不會有動物，當然更沒有我們人類了。我們吃的穀物、蔬果、肉類、穿的棉、麻、毛、絲，都跟太陽的照射有密切的關係。太陽的光和熱照射地面，有些地區吸熱量多，那裏的空氣就比較熱；有些地區吸熱量少，空氣就比較冷。空氣有冷有熱才能流動，空氣一流動就成了風。與此同時，地面被太陽猛烈曬着，水分吸收熱力，變成水蒸氣往上升。蒸氣上升後遇冷，又形成無數的小水滴，漂浮在空中，聚成雲。雲層裏的小水滴越聚越多，就變成雨或雪落下來。所以我們感受到光明和溫暖，享受到清風送爽和雨雪的滋潤，都是太陽賜予的。沒有太陽，就不會有這個美麗可愛的世界，地球上就會變得黑暗冰冷，死氣沉沉。